新加坡因为所得悬，对着高品质的水果要进入去新加坡有一定的要求，尤其台南的农特产品，一路对在地果园到新加坡家庭的厝内，需要经过真侪努力，才有办法外销到新加坡的市场。因此，即届对着台南的山影，会用的成功上市新加坡，大型的连锁超市嘛备受肯定。我们来到新加坡最棒的这个 NTUC 市场，来行销台南的这个芒果。可以看到背后是这边是爱文，这边是金华，销售都非常热烈，反应都非常好。那我们从2023年开始，爱文、金黄、西施陆陆续续进到新加坡市场。未来我们还有这个文旦、红柚、大白柚，还有这个蜜枣，都陆陆续续可以进来。最优质我们知道新加坡的国民所得是台湾2倍多，所以说他们的消费市场是很大。虽然几百万人口，但是事实上的消费力绝对够。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水果卖到最好的这个消费者，国内国外都要卖，台湾跟海外都要卖，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尝试我们的最好的水果。台南的山影是登上新加坡连锁的超市，因为放开杂招，马上吸引真侪民众来选买。加上现场佮提供芒果沙拉，佮着芒果优格，并创意的试食品尝，引发真侪民众的围观佮着选买。即届上架，除了有台南的爱文佮着金黄的山影，未来还佮有西施的品种，不但口感好，而且红黄色的渐层，相信一定更加吸引新加坡人的眼光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